到歌戏，袂少人拢会直接去想到歌戏的国宝杨丽花。早期伊伫歌戏当中，因为转起来真拍，因此也得到着台湾歌戏第一小生的封号。杨丽花甲梁山泊、四顶山等等的这角色扮了真好，后来也去做导演甲制作人，推出着《军神情深》这出戏，也得到第38届金钟奖传统戏剧节目奖的肯定。10多年拢无搬电视咯，为着无爱互这歌戏来失传，杨丽花也将要伫9月份以新戏《忠孝节义》，甲大家伫电视机顶头过来见面。老师做出来，我就对冲人去。敢会记得30多年前，歌戏国宝杨丽花扮的真缘投的东条大将军四顶山，伫戏内底甲因某韩丽花做伙对抗敌人。那扮歌戏，杨丽花嘛做导演，到后期更加是兼导演甲制作人家的身份，用《军神情深》这出戏，摕到第38届金钟奖传统戏剧节目奖的肯定。你我军神之间是军神之情，迄是友情，也是你我之间是父母之情。伫《军神情深》内底，杨丽花甲杜地丹阿兰做伙表演，甲宋仁宗君王的气势扮甲真够格，这个片段嘛拢变作歌戏迷无法度放袂记的回忆。这个让16年歌戏国宝杨丽花宣告要伫9月登来到电视顶的。必须要由你这位精神领袖再来带头，要不然相隔了16年，怕大家已经把这个电视歌仔戏给淡忘了，所以他就义不容辞的再扛起这支大旗。就惊歌戏的失传，杨丽花这回伫8点档歌戏内底身份，唔单是演员，佮甲总制作人、甲总导演的责任打起来，希望会当甲歌戏上新的时代佮吹回来，互歌戏一代一代传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